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康义，有声音有下来，开启你的课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Let's go。大家好，我是一颗梨子阿 J。告诉我，红衣主，你好了吗？还没，能够讨厌你的方法。哦，所以现在演的就是那个现在拨打的电话里面的那个刘演习饰演的白思燕，能够不爱你的方法。有没有很久？你刚停很久哎、他就是这样演的啊。我现在是思燕思密达，而且我跟你说，怎样？这部戏里面有超多这种爱情的金句，相信大家都很喜欢。我还好啊，你还好？喂，这部剧很红哎，现在我知道啊，因为我没有 love struck。你是说恋爱脑吗？对，那个 love struck 在剑桥字典里面的意思就是热恋的，被爱情冲昏头的，就是你刚刚说的恋爱脑。哦，可以让我来分析一下吗 ？OK， 请说，请问什么是恋爱脑 ？Love struck， 那个 struck 就是击中、打中的意思嘛。所以 love struck 就是被爱击中的，形容那种被爱冲昏头的那个恋爱脑，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像是。So in love with someone that it's difficult to behave as usual or even think about anything else except the person you love. Well, 你根本就是在修英文嘛哦，英文很好的洛 PD 并没有。好啦，听你这样分析下来哈，这恋爱脑的英文呢，白话文就是被爱打到就像有些人一谈恋爱就会过度沉浸在恋爱里，导致生活重心只剩下恋爱。这时候呢，他们就会心跳加速，脸颊发烫，眼睛发亮。跟对方约会的时候，总是觉得时间不够长，然后总是不吃不喝的想着对方。见到对方的时候，感觉特别有精神哦。然后整天呢想着自己，这样做对不对？那样做对不对？等一下。你刚那个被爱打到，你自己配了什么音效？被爱打到，被爱打到不是这样嘛？打到头你是痛的感觉，被爱打到啊，对，应该是这样。你刚刚说的那些恋爱脑的行为啊，都是因为恋爱脑的作祟。我要讲那个比较硬的知识，好不好？比较科学部分。对，那个脑神经科学家指出，当我们坠入爱河的时候啊，那个大脑的奖励系统，特别是那个福格核跟那个腹侧背盖区会被活化。好难。好，接下来比较简单，意思就是开始会释放那个大量的多巴胺，这你知道啦哈，带来强烈的愉悦感。那这种感觉就像是吃到超美味的食物，或者是小酌一杯时候的那种快乐，就像吃到炸鸡排跟喝到真奶。分泌很多多巴胺。对，甚至会与某些成瘾的行为的体验相似哦。因此我们常说，爱情就像毒品。而且啊，还不止这些哦！一旦恋爱，我们的交感神经还会促使身体分泌正肾上腺素这种荷尔蒙会让你情绪兴奋，特别专注于喜欢的人，你会觉得每次的约会时间都过得动加，过得特别快。对，那我用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说过的一句话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句话就是什么？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又到时候讲拜拜。等一下，这是你自己编的嘛？少林足球好像不算爱情电影哦，你干嘛自己给我加这一段？有啦，他电影里面还是有一些暧昧的情节啊。好吧，你不要随便的糊弄大家，算你过啦，好不好？那个恋爱中的人啊，也会经历一些特别的生理变化，你知道吗？我说哈，像是那个血清素可能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恋爱中的人容易茶不思饭不想。例如说，像你跟女朋友分手那一天，你可能整天都吃不下饭，就是因为血清素的影响。怎样？我这有想到一首歌，天后王菲有一首经典的歌曲是这样唱的：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我觉得你的声音也很悬，算你过啦，反正就茶不思饭，不想一直思念就对了。对对对，可以，思念真的是一种很悬的东西吼。最后呢，这个当恋人们对视、拥抱时，催产素会大量的释放，这你也不知道还有一种催产素，没错，这种荷尔蒙又被叫做感情的胶水，能够增强彼此的情感连结，让这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好啦，讲了这么多这种知识性的内容我真的觉得克莉子姐姐，难怪你没有办法喜欢看这种爱情类的影视作品。你看你对恋爱脑的分析居然可以这么理智这么科学呢。我其实也不是不爱看是因为我太羡慕了，因为我人生都没有遇到我看了会伤心。不过呢，现实呢也确实比较难遇到这些影剧里面会出现的比较浪漫的一些桥段，对不对？是，所以呢才要在影像里面给它拍出来好吧？对，像很多爱情类的影视作品里面呢，都会出现这些经典的行为。来跟大家举例一下可以，像是呢，男女主角一定要一直错过对方，然后总在最后一刻刚好又遇见对方。这个我很会举例，比如那个女主角不小心跌倒，男主角刚好都可以接住跌倒的女主角，然后女主角遇到意外或被欺负的时候，男主角又刚好可以路过来解围。我真的觉得都太刚好了，好不好？我问你，为什么女生走路就要一直跌倒，一直跌倒？你不觉得吗？他们下楼梯也跌倒，走路也拐到脚，然后永远都会有那个男主角扶住他。而且每次跌倒的那个姿势都很华丽，没错。而且他们两个一起摔下的时候，两个刚好都会不小心接吻，然后抱在一起，或是来个360度旋转，一定要，是不是？就是因为大家都爱看这种的是没错啦。对，但是呢，我还是蛮喜欢看这种爱情作品的，而且呢，最近的爱情作品呢也掀起复古风OTT 平台还上了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个《还珠格格》。你是风儿，我是沙，你那个我是沙，缠缠绵绵。等一下，你那个我是沙，到天涯。我觉得你很对不起《还珠格格》根本就是回忆杀。你是风儿，我是沙，是这样唱吗？对，回忆杀。好了，到天涯。好了，这部作品呢，在当时呢，真的红遍全亚洲的大街小巷故事的背景呢，是发生在乾隆年间，主角呢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小燕子跟紫薇。那个谁准紫薇那个薇一定要薇，谁准你讲紫薇？尔康都这样称呼她，紫薇。好，等一下停。好，而且呢，这部《还珠格格》呢，还是我们台湾文艺爱情作品的始祖，琼瑶的代表作。有些人还没出生，没关系，今天让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好好的认识一下理解琼瑶奶奶。Let's talk。一个是发拍又紧落落的耶，这个谁演呢？一个是活泼机灵、古灵精怪的女飞贼小燕子。另一个是温柔、端庄、有良善的紫米，两三年结拜做好姊妹耶。一个是温柔婉约、善良端庄的紫薇，两人结拜成为好姐妹。不过紫米其实是乾隆皇帝的妹耶，伊当当来到京城爱献殷勤。然而紫薇其实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女，她专程来到京城认亲。没想到出来查谁演的沙本人认做是皇帝的妹耶。没想到阴错阳差，小燕子竟然被误认为皇帝的女儿，还被封做万珠公主，意外被封为还珠格格。西演的性格动车，接送土凤强闹出小可，好在拄到的五凤子运气，两三年相爱。小燕子性格直率，常在皇宫闹笑话，幸好遇到五阿哥永琪坠入爱河。同时间，紫米没认识的二空，也两对恋人就向下想办法，要帮乾隆皇帝认出紫米的身份。
同时紫薇邂逅尔康，两对恋人携手努力，设法让乾隆认出紫薇的身份。讲到这个《还珠格格》哦，真的惊呆了，现在点开来，回忆杀，那个紫薇跟五阿哥哦，那时候很年轻呢，都很有赏哎。老实讲啦，老实说，这部1998年的爱情宫廷连续剧《还珠格格》，可是掀起了一股古装剧的风潮，里面有许多经典台词。经典场景，现在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戏剧化，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要分享《还珠格格》，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琼瑶作品。透过我跟阿奎兄老台教来讲，告诉大家琼瑶奶奶是如何打造爱情影视作品的经典，又如何成为最早的 IP 始祖。首先第一大特色，她的作品一定要有深厚的文学底蕴。这个其实很厉害我们可以从那个台词中就看见琼瑶奶奶的文学底蕴哦。先来看她的剧名吧，因为有太多的作品，我们今天就先举例几个比较经典的好不好？来，第一个我要说庭院深深，庭院深深深几许。你蛮厉害的这是出自于宋朝著名词人欧阳修的《蝶恋花》里的其中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诗里描述了一位女性心事重重、孤独心酸的感觉，而戏剧《庭院深深》的女主角也是跟着这首诗描述的心情一模模一样样。怎么办？你刚朗读的时候，我觉得那词真的好美哦，好有画面哦。好，我接着来还有一部《几度夕阳红》，几度夕阳红，好听好听。这是出自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的意思呢，就是说，看那滚滚长江东去，一去不再回头，多少英雄豪杰就像浪花，消失在历史洪流；是非成败就像过眼云烟，转头成空。只有青山仍然常青，夕阳依然悦目。有没有好美？真的好美哦，好有感觉。那你知道除了作品名称之外啊，剧中的台词常常使用排比、对仗、夸饰等等。我们以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上那个中文课的时候，老师不是都会教这个排比、对仗跟夸饰吗？对。我觉得在这个戏剧作品里面真的是运用的淋漓尽致。你知道吗？在男女主角的台词营造出戏剧张力，是琼瑶奶奶的一大特色。没错没错。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诗词歌赋啊、夸张啊、对仗。今天我要来分享的是排比。简单来说，就是连续使用3个或3个以上结构相近、意义相似的词汇或句子排在一起，达到加强语气的效果，可以让台词的那个节奏感更强，表达强烈的情感。更有记忆点，我跟你说，那情感真的超级强烈的。没错，我们可以先从这个《还珠格格》来举例哦。好啊，就像那个紫薇跟尔康在吵架的经典场景 ，Action。紫薇说：“你和他看雪看月亮看了一整夜，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我都没有和你一起看雪看月亮，也没有和你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尔康就说：“好，我错了，我不该跟他看雪看月亮，不该跟他谈了整整一夜，不该跟他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以后我只跟你看雪看月亮，谈整整的一夜，跟你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好不好啊？”还有，等一下，你那个好不好啊？怎么是郭富城的感觉？只要加入一点个人风格。好，再来。还有，尔康为了紫薇还有小燕子金锁入狱的时候，他向乾隆皇帝求情，这边有运用到排比。尔康就说：“
皇上。我是不是要先喊 action？ 好，我来 action。这是在第23集的 Time Code 2202号这边，尔康就说：“皇上，这情字本来就不是礼法所能控制的。如果处处讲理，处处讲法，处处讲规矩，处处讲操守，皇上，那么整个《还珠格格》的故事就没有了。”有没有很多处处很排比？你讲完了吗？还有，尔康还有说还有一个排比没有小燕子的误认，没有紫薇的存在，也没有我跟吴阿哥的痛苦跟无奈了，是不是很多排比？有没有？没有，也没有。哇，你很厉害耶！你知道他除了排比之外，他还会排比加上夸饰。就像那剧情，小燕子从牢里出来之后，对着皇上哭诉。第24集 Time Code 2048 Action。这部分皇上呢就说了：“你们3个怎么了？脸上的伤是从哪里来的？”小燕子就说：“这边换你。”换我是不是？是。这个时候小燕子就说了：“皇阿玛，你好狠的心啊！杀了我们也不过是脑袋一颗，痛一痛也就过去了。你把我们关在那个又黑又臭的地方，蟑螂会啃我们的手指甲，老鼠会啃我们的脚指甲，晚上还有许许多多的鬼和我们一起哭，让我们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睡也不能睡。”天哪，这个词好难哦！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琼瑶奶奶使用着排比跟夸饰的魅力了呢？是不是有很洗脑？真的，而且你刚才分享的时候啊，那个尔康跟紫薇的那一段，我现在在想说，为什么紫薇一讲完话之后，尔康就全部可以背起来？两个人真的谈恋爱怎么可能？如果我是他男朋友，我就会说：“你刚刚说什么？可以再说一遍吗？你讲太长了。”真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直接放空吧。如果是我的话，直接放空。而且你想想看，怎么可能你女朋友把话讲一遍，然后你可以一字不漏的背起来？我不要跟他一起，以后我只跟你看雪、看月亮，谈整整的一夜。他是怎么背那么熟？你刚刚说什么？看什么？好，这是以前的手法。那现代的影视作品都讲求口语化，自然贴近生活的台词表演方式，是完全 Mokiron 改走法，完全不一样的做法。你知道吗？曾经有演员拿到琼瑶奶奶的剧本就跟导演反映说：“导演，这些台词一般人不太会说出来耶。”但导演的回复是：“演就对了啦。”因为当时喜欢琼瑶作品的观众就是喜欢安庸改风格，喜欢这样的风格。如果改变了，就不是琼瑶了，对吧？好哦，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特色嘛，对不对？现在要分享第2个特色。就是要塑造叛逆、浪漫又传统的女性角色等等。哇，这真的很厉害哦！这个琼瑶奶奶的作品从60年代到90年代，陪伴无数的少女长大。作为文艺爱情的鼻祖她笔下的女主角总是爱情至上，不听父母的规劝的叛逆性格。好像是就是要这种又叛逆又传统虽然听起来很矛盾。真的，到底是怎么样又叛逆又传统呢？是因为在早期女性必须听从媒妁之言，结婚都得经父母同意，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机会。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婚姻观念确实相当的传统保守。而琼瑶故事中的女主角眼中只有爱情，为了追求爱情，她们展现出各种叛逆行为。那对当时的女性来说，这些影视作品就会成为她们表达自由恋爱渴望的途径。然而，这些作品中的女主角通常最终会回归父权体系。那这种结局呢，使得她的作品既有叛逆性，也反映了华人社会对女性的期许，带有深沉的矛盾。像是我在看《还珠格格》的时候有看到女主角们的台词里面就有比较新时代女性对爱情的观点，像是你们男人有权利让一个女人为她生儿育女再让她心碎吗？不行不行。对，还有一句一个不属于我的男人，我嫁了也不会幸福啊！没错没错，真的，你想想看，这真的是现在新时代女性对爱情的观点对，这些台词呢，在20多年前我觉得蛮前卫的是。不过女主角们呢，明明就可以逃出宫廷然后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去生活但是最后呢，还是选择回到宫廷，希望得到皇阿玛的原谅。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叛逆又传统。对，再来就是第3大特色。
一条龙式的 IP。说到 IP 呢，可以分成2种，有个人或企业 IP。那简单来说呢，就是透过自己的专业经营相关内容，进行包装跟行销，甚至呢研发专属商品或代言相关领域，最终呢把这些转换成收益。所以只要成功打造出一个 IP， 就可以带来巨大的商机了。是的，大家应该都知道，琼瑶奶奶本身是写小说起家，她至今先后出版60多部的小说，《极度夕阳红》、《6个梦》、《青青河边草》。青青河边草，悠悠不甜，是青青河边草。是这样子。有甜不老，甜不老。你刚那个《极度夕阳红》怎么没有唱一下？极度夕阳红。好的，还有梅花三弄等等，都是本本热卖。所以琼瑶呢，就开始将自己的文学小说影视化，也就是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所以呢，她从编剧、选角、主题曲、歌词都是亲自一手包办哦。当时在台湾甚至把琼瑶推出的影视作品变成一种分类，就是所谓的琼瑶戏、琼瑶电影。像我们今天一直讨论的这个《还珠格格》，有没有？全球收取的版权费至少你猜多少？应该很多吧，上看10亿台币，很不可思议齁。所以呢，这个琼瑶奶奶的商业头脑可以说是打造了台湾最早而且最成功的商业 IP 哦。所以呢，当我看完这个一场琼瑶电影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完完整整的琼瑶式体验流。所以呢，无论是选角啊，或者是歌曲啊，只要当时一推出，就是一定会大红大紫。没错。那被琼瑶奶奶钦点的男女主角们呢，后来呢也几乎成为了一线影星哦，像是《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古灵精怪的小燕子赵薇，她就凭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有活泼的形象，在当时呢就掀起了小燕子热潮，还一举成为了中国4大花旦之一。那这个紫薇林心如，我很喜欢，以前呢我还有买她的专辑，也是因为《还珠格格》一炮而红。没错，琼瑶的《还珠格格》呢，真的是让赵薇、林心如变成了当红的女演员。可是在我哥哥那个年代，最红的是二秦20，这你不知道了吧？不好意思，我知道二秦20呢就是秦汉、秦祥林跟林青霞还有林凤娇。没错。那他们呢，当时呢也都是因为被琼瑶选中来拍电影跟拍电视剧然后成为了当年家喻户晓的国民男神女神哦。而且相信随便问一下妈妈辈的朋友们一定都会说那个秦汉呢跟秦祥林呢超帅，一定要的。林青霞呢跟林凤娇也超美，美的不像话，真的。他们4个在当时呢可是琼瑶影视作品里面最红的男女主角，而且呢是票房保证哦。真的，每次我家人我哥哥都会说，你知道那个林凤娇真的好漂亮哦。我心想说，哇，那时候的二秦20真的很红好的，我们说到目前为止，人家好莱坞有庞德女郎，不好意思，人家我们有琼瑶女郎我们有刘雪华、于小凡、陈德容、萧蔷，每个人都超级人气爆棚他们也都是琼瑶亲自挑选的，你知道吗？据说那个选角的标准就是男生一定要帅，女生一定要美就帅跟美就对了。没错，而且女主角一定要很会哭。我跟你讲，真的是哭得楚楚动人，哭得梨花带泪，让人很心疼。你知道吗？其中最厉害就是刘雪华，你有看过她哭戏吧？她就是演那个《还珠格格》的太后嘛。对，可是我要说的是，她演女主角的时候啦，她真的很厉害。那个导演一喊 action， 你知道他就说哭能哭，而且那时候我看过他的访谈他还说他可以控制左眼哭还右眼哭，把那个泪珠给滴下来，好厉害哦！来人，来给我上眼药水。你要干嘛？我要来表演一下梨花带泪、楚楚可怜的演技。如果你要用眼药水的话，我跟你讲，琼瑶奶奶不会选你，真的你就落选。好的，其实琼瑶还有一项很厉害的 IP。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就是主题曲。他会依照那个剧情的走向为整部作品量身写词，请来非常厉害的音乐制作人制作戏剧的主题曲，每一首都让人朗朗上口。这个歌手的唱片也跟着大卖。你知道早期有凤飞飞，对，江淑娜、高胜美，你知道吗？
知道齁。后来还有李翊君跟动力火车，没错。我每次呢想起的《还珠格格》，满脑子都是动力火车的还有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你刚人形是什么？人形？你刚是唱人形？任性。还有自从有了你，生命里都是奇迹。哦，对，这首歌也是哇，完全在脑海里面烙印着。天哪！在我那个年代最红的是《烟雨蒙蒙》，那个前奏一下，你就会想到它的歌词。我跟你讲哦，光清唱那个歌词都很激烈哦。你知道我在说哪一段？缠绕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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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绕着。等一下，你太多缠绕。没有，它就是这么多啊。然后一直唱，缠绕着缠绕到天长地久，真的蛮久的，像是在念 rap 有没有？有缠绕着，缠绕着。好，等一下，如果说琼瑶戏可以穿越时空报名参加现在的金钟奖，我觉得他每一部戏的主题曲都会入围哦。对，我觉得都会入围那个戏剧原创歌曲奖，有没有？实在是太洗脑，很洗脑又很红，有没有？真的真的。对，我还有听过那个赵薇唱的主题曲。哪一首？这首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哪一首？情深深雨蒙蒙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晚。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把这些主题曲这样，好像有点变喜剧他们明明分享的时候都超级深情又超级好听，我觉得我们今天有点没礼貌。不好意思，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回忆杀。也是，在学客家话之前，我还是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们刚刚唱的好糟。我们是 KTV 等级啦，跟大家一起同乐。可以，好哦。好啦，那今天呢分享了这么多跟爱情有关的相关内容哦。那今天客语小教室就要特别来精选5句土味情话，来教大家如何使用客语来谈情说爱哟。马上开始 ，Let's go。好的，土味情话情境剧第一场，我们两个来演一下。OK， 可以哈，来哦，那我喊 action 哦，可以吗？ OK， 好，来 ，action。你为什么害我？害你什么？害我喜欢你。Oh my god！ 这个时候就是要用那种音乐，你知道吗？哇，这段告白真的好直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教的不是直接，我们是要教喜欢。那喜欢的客语怎么说呢？四线腔中意，海陆腔中意。客家话我喜欢你怎么说？爱中意你。海陆腔爱中意你。没错我们不是说喜欢，我们讲中意，对，就是我中意你。好，还有第二个土味情话情境剧 action。你知道墙壁、眼睛、膝盖的英文怎么说吗？我爱你。我也是，我爱你。怎么办？好土味情话哦。好，那我只好说它 very international， 可以吗？好啦，是的，它比较有英文哦，而且特地为了这个罗 PD 选的，才怪。好啦，那客家话的我爱你怎么说？四线腔爱爱你。海陆腔爱爱你。对，好，接下来呢还有土味情话情境剧第3场 action。要不要养一只狗？什么狗？我这个单身狗哦，我真的没办法好啦，单身狗是单身男生自嘲的说法，那客语的单身狗怎么说？四线腔单身狗海陆腔单身狗那如果对方养猫就没办法了对啊，你不是单身猫对耶。再来土味情话情境剧第4场 action。我要去医院检查耳朵了。为什么？因为我听不到你说我想你。虽然说这个我们都看过，不过每次自己在讲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全身有点，我这个很土味情话呢，真的不行呢。有撩到。好，那请问一下，我想你的哈嘎法客家话怎么说呢？四线腔就是爱上海陆腔爱上你。好的。
最后土味情话情境剧第5场 Action。 你的脸上有点东西耶。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有点可爱哦。好了，蛮喜欢听的。好的，那可爱的客语怎么说？四线腔就是电影下，海陆腔电影下。好了，你今天呢就是改由借由这个土味情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简单的几个词汇吼。不知道大家对于刚刚的土味情话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呢？而且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用因为接下来如果大家用这个土味情话，你关键字可以说那个客语。我真的这样觉得，不然我们试一个，我们试一个。对，好，像那个第5场来。你的脸上有点东西耶。什么东西？有点会电一下。我们第3场那个土味情话情境剧。你要不要养一只狗？什么狗？我要来单身狗哎！你看，我觉得非常的不违和对不对？我觉得很棒好客家啊，是不是？好，那我们再跟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学到的客语哈。好，来，所以呢，刚刚我们学到的客语有客家话喜欢，四线腔中医，海陆腔中医。好，客家话我喜欢你，四线腔爱中医，海陆腔爱中医你。好，客家话我爱你，四线腔爱你，海陆腔爱你。好，客家话单身狗，四线腔单身狗海陆腔单身狗。好的，客家话我想你，爱上海陆腔爱上你。最后一定要帮大家复习这个好棒，一定要学起来。可爱的客语怎么说？四线腔等一下，海陆腔等一下。好，大家都学会了吗？那大家可以运用这些客语来融入到我们刚刚的土味情话里面。真的好，那就这样子我们剧透客语下次见，拜拜拜拜。刚刚我们分享那些主题曲啊，琼瑶系列的主题曲，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缠绕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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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绕着。但它歌名到底是什么？歌名。等一下，就江淑娜唱的《烟雨蒙蒙》啦。那我想问你，你知道他那个缠绕着到底唱了几次吗？我知道啊，我有数过，我真心有数过。几次？22次。22次，真的假的？你确定你有数过？不然我们再来唱一次啊。好，来1、2、3，缠绕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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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绕着，缠绕着啊！还有缠绕到天长地久，没有22次吧？这样11次啊，副歌唱2遍，所以22。